見證改變贏取獎勵，防脫換身挑戰賽可以開啟。而家為脫髮而煩惱，而家改變嘅機會嚟啦！參加我哋 Go Shiny 型亮防脫換身挑戰賽，唔單止能夠體驗效果，更有機會贏取豐厚獎金。點樣參加？即刻行動，即刻登入 https://starbucks.com 官方網站購買一套 Go Shiny 型亮防脫洗髮露及精華液產品，獲取憑證，保留你嘅購買訂單號。報名參賽，使用購買單號完成報名。乜嘢人可以參加？歡迎所有關注頭髮健康嘅朋友參加。無論你正經歷脫髮困擾，還係希望預防脫髮、修護秀髮，都歡迎加入挑戰。冠軍獎勵：冠軍大獎500元現金加全額退還手套產品購買金額。體驗大獎10名，可全數退回手套產品金額。用實力說哇，讓改變而發生，立即購買，用訂單號開啟你嘅贏獎之旅。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，請即刻WhatsApp查詢。